弟兄姐妹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当欢喜快乐。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再次来到主宝座面前同心敬拜。现在我们用祷告的心，从关心教会的圣工开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事工。下周是台神主日，本会许牧师将前往竹山教会请安讲道。11月13号，台北中会七星中会设立70周年纪念桌球赛，本会领队陈真真长老及教练叶冠宏弟兄带领10名兄姐前往参加。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事工。下周是台神主日，本会许牧师将前往竹山教会请安讲道。11月13号，台北中会七星中会设立70周年纪念桌球赛，本会领队陈真真长老及教练叶冠宏弟兄带领10名兄姐前往参加。圣诞糕开放兄姐订购咯，想订购的人请到招待桌登记，11月14号截止。11月27号晚上7点举行感恩见证会，开始报名到11月14号截止，欢迎邀请福音朋友参加。12月19举行圣礼典，如遇受洗，请向办公室报名。教会奉献新增定期定额扣款的方式，详情请参阅招待桌上的说明。今日下午1点，爱家团契邀请简丽珍长老娘分享，欢迎大家踊跃参加。11月13号到14号，青年团契前往司马库斯举办生活营。黄庭芳弟兄于10月29号安息主怀，定于11月10号星期三上午10点半，于第2殡仪馆1楼至真2厅举行告别礼拜，求主安慰家属。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感谢主将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2次。诗篇127篇第1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诗篇127篇第1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接下来，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而死，使我们活在你复活大能当中。我们现在邀请你来做我们的主宰，帮助我们灵魂体都愿为你而死，让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时时称颂敬拜你的名。从那日，你为我们拆毁与上帝中间隔断的墙，直到永远。天父，你教导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在服事的过程中，让我们经历那何等美好的甘心乐意。学习马其顿众教会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正如那伯大尼的玛利亚献上珍贵的纳达香膏，成为我们的好榜样。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
触摸众人的心，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心，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你的百姓。我们呼求你教导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让我们能活出你的样式，活出你的旨意，为着身心灵软弱失丧的人代祷，更为台湾这个国家代祷。看到人们的需要，羊群的需要，求主赐给在上位掌权的人智慧跟灵敏，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也要为教会的事工来代祷，感谢主的丰盛与恩典，时刻和牧师、传道跟长职同工们同在，拣选士林教会成为福音的出口，在圣灵的引领，求教主让我们在各样的服事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人爱主，在福音事工上宁愿烧尽，不愿朽坏。愿主你的话语常在我们心中，如同主祷文的教导。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耶稣是这世界的主，让我们一同以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他。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我们靠着圣灵，并且凭着信心等候那从天父来的义。邀请弟兄唱，姐妹来祷告。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邀请姐妹唱，弟兄祷告。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死亡的渡口，你在哪里？坟墓不能胜过
基督，世界的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死亡的渡口，你在哪里？坟墓不能胜过复活的能力。我们一起来宣告：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万膝要跪拜，万口承认，耶稣基督世界的主。I believe，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I believe，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的名超乎万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渴望圣灵更多的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全人全心都要属于你。我们爱你，耶稣。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
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弟兄姐妹，我们线上同心合一的敬拜，我们在这里敬拜原是不配，但是依靠神的恩典与救赎，让我们可以与神恢复关系。我们的回应并不是单单要靠财宝或是金银，而是要献上我们的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在这里要献上我们的心，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愿我们这一生，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亲爱的主耶稣，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祷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挑战的祷告。金银财宝我们没有，但是我们要将我们的心献在你面前，求主圣灵啊，你让我们真的能够触摸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样的一个爱世人的心。我们愿意回应你，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心也献在主的面前。求主圣灵这个时候让我们再次与主奇妙的爱相连结，领受享受在主里面敬拜的喜乐。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请坐。感谢主上帝，让我们能够每一次相聚的时候，他的诗歌感动我们的灵，他的话语喂养我们的心，特别让我们在每一天生活中间能有所遵循。在圣经有一句话安尼讲，你踮咧人生道路跑走的时阵，常常碰到艰难，常常碰到困苦，伊敢若亲像照山回来，艰难如饼，困苦如水一样。意思是什么？你生活中间常常会碰到，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你也会经历到一件事情。生命的老师圣灵，圣灵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就在我们的身旁，告诉我们，或向左，或向右，这是道路，这是主的道路，你行在其中。我们如何能够有那样一个敏锐的心灵，去听到圣灵的带领呢？常常在他的话语，常常在敬拜中间，来练习彼此相处之道，练习我们跟天父上帝相处之道。
两个朋友、好朋友三个到底，就是要常常相处，才能够了解对方的明白。同样的，天父上帝认识我们，我们也盼望能够了解天父上帝的明白。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段非常熟悉的故事来说到生命跟主上帝的关系。在马可福音12章41节到44节，我们请中德执事带领我们来念。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耶稣面向圣殿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把钱投入银库。有好些财主投了许多钱，有一个穷寡妇来，投了2个小文钱，就是一个大文钱。耶稣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银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众人都是拿有余的捐献，但这寡妇虽然自己不足，却把她一生所有的全都投进去了。”在这段的经文，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好像在礼拜堂里面很多人的奉献，只是它这里面有一个在动作上我们比较不熟悉的，我们的奉献它叫做投入，投进去，而不是像我们在把奉献放在奉献袋，或把奉献怎么样的呈现出来，这个是一个那是特别的情况。一样的奉献箱，但是它进行的方式。这里面有2种角色的人，一种是比较富足的人，一种是生活缺乏。什么叫缺乏呢？他连生活养生的都不太够了。一样奉献。另外一个呢，他是富足的，生活够，甚至在生活中间，他常常也会分享给别人哦。不要想说有钱的人就不会，我们看到好多的人，不管是裸捐，不管是奉献，他们愿意分享，愿意奉献。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这2个中间提醒是什么？他在提醒一个生命的功课。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地球的存在是一个奇迹。无论是小学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课本，告诉我们这个地球已经几亿年了。我印象中好像是5亿年，是不是？经过几亿年这样的一个蜕变，在整个的宇宙里面，就单单这个地球上有那么多的生物。目前我们知道的是这样，当然我们不知道遥远遥远的天际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生物，人也好，受造物也好。但是地球存在真的是一个奇迹啊，真的是一个奇迹。另外一方面呢，也有老师告诉我们，在这个地球里面，生命能够存有，它是一个奥秘，解释不来，没办法解释。生命真的是一个奥秘，除非我们跟创造生命的连接在一起。它的前提是我们相信有造物主，有上帝，有创造者。前提是这样，我们把它连接起来，否则生命的奥秘，人穷其一辈子永远没办法了解。所以诗人在诗篇，我们来看右边预备来，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们的心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上帝的创造，上帝的作为奇妙，而且是让我们敬畏。你不只觉得奇妙，甚至你心里面会起鸡皮疙瘩。怎么会这么厉害？怎么会这么样的让人敬畏？这是诗人的一个赞叹，一个祷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创世纪以来告诉我们，你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间是来自上帝他奇妙的预备。创世纪1章，这个我们常常背得来，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这个我们在说到上帝，他说到如何让那个有权能，这个我们不是在指复数，不是在指多数，这个我们是在指那个权力、权柄、荣耀那样的一个表达。需要插播一下，当我跟人家介绍我的太太牧师娘的时候，我就会讲这是阮太太，对不？这是阮太太。
万是我还是我们，是我还是我们？台语，我讲你会安讲，这阮牵手，敢若我会牵手呢？为什么咱台语讲阮牵手？因为伊是扩大一份子。你今天所面对的不是陈宗慈一个人，你今天所面对的是这个家庭、这个家族、这一对夫妻，包括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他们的家族，在表达的是一个群体生命中间的一份子。好了，天父上帝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他不是在说上帝有好几个，他告诉我们那样的一个生命的源头极其丰富。极其丰富，人没办法了解，所以照着他那样的形象造人，创造了人，让他来管理这个世界，无论是天空飞的，在水中游的，在路上行的，所有的一切。上帝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成为一个管家，我们不是老板，不是头家。如果这样的话，每一次我们到上帝面前来，就是来交账，来献在上帝面前所谓的奉献，还回给他。今天我们主要要分享这样的一个信仰功课，还回给他。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7节这么说：来，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所有的有哪一个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我存在，我跟别人不同，有哪一项不是领受的？今天领受了这个职分，今天领受了这些恩典，今天学习了一些才能，今天对某件事情有兴趣，每一个都是领受的。包括早餐吃了什么，纵使是你自己动手，仍然是领受的。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强调如果每一项都是领受，我们就不会夸口以我为中心，乃是会以那个创造者为中心。他用什么元素创造我？元素他用什么原料来创造我？这样我才会知道我是属于什么样的受造物，人的奇妙在哪。所以创世纪另外一章第2章第7节这么说：来，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顿，人类。这个希伯来文就叫做人类。我们被什么创造？上帝的气息，叫做活的气息，他的生气，生命的气息，活的气息吹进来了。所以人最重要的元素，我们受造最重要的元素是上帝的气息进入了我们，上帝生命的气息进入了我们，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你劳苦重担，功课很多，考不完的事，常常要面对 interview， 还要处理别人的善后，好像一辈子都在这些许许多多的劳苦重担中间。可是要记得，你我这个人是造物主上帝生命的气息是最重要的元素。你要看到这个部分，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回应他。所以在受造界，我们会揣摩、领受上帝的心意。这样的话，你的机会、你的才能、你的时间就是生命，你会做妥善的管理运用，成为整个受造界，成为你的家庭，成为社区的祝福。这是一种爱心跟信心的行动。对上帝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会在你的实践上面把它运用出来。所以上帝创造那个生命，把气息吹进来以后，我们得着了才能，我们有生命，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要如何生命管理，奉献给上帝。我们有一些才干，有的人能够做很好的手工艺，有的人能够做很好的归纳，有的人可以做很浪漫的一种引导，这个都是不同的才干。这些才干，我们来服侍这个社会，服侍教会。在
我们的管理上面，教会里面也常常提醒我们圣经所写的所谓的11奉献。这个11奉献是钱财经营管理完全归还给主，归还给主。这是所有你领受到的机会、生命恩赐的一个充分运用。这个礼拜六，台北中会，我们是台北中会的一间教会，举办中会设立70周年的乒乓球联谊赛。我们教会有人有组一队去参加。整个台北中会跟七星中会有185间教会，185间教会，包括大台北地区，然后包括到基隆、南洋，还有一些机构，你熟悉的机构，马偕医院、马偕护专、淡江中学、真理大学等等这些，所以加一加将近200个教会或机构，总共15队报名，15队报名。那有的球员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说，哇，你看到那些组队的，真理大学派体育系出来我们就完了，对不对？有的组队是3个教会把最强的组合起来，那我们是单一教会组队，单一教会组队，从年轻到年长都有，所以有人就说这体温系呀，变骂颠。但是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这群主，感谢主。我们是200组中间，200个教会中间的前15强，因为15队报名，我们是前15强。不是常常听到吗？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上帝做我们不能做的。我们不是要去抢第1名啦，但是我们要在那个经历，在那个过程中间，你去经历到上帝做我们不能做的。不是在名次上面，而是在整个的团结、互动、彼此的扶持。所以你如何运用这一切，包括钱财、生命时间，包括你的才干，这是信心跟爱心的结合。不是只有你相信上帝存在，你必须要在爱的行动中间，像耶稣基督一样，爱的行动中间，你才可以把你领受的充分发挥，而且成为别人的祝福，自己还真实的心甘情愿享受服事，这是爱心跟信心。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了我们一个还回去的概念。第2堂主日礼拜，我们在奉献以后会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大家蛮熟悉的。我的金银我的金文献给你，用出拢叹你旨意。我的财情，你想事甘愿安怎？行你做起过。我有金银财宝，对不对？刚刚我们在唱诗歌说金银财宝我们没有，其实我们口袋一掏，多少都有一点不管是塑胶币，还是放在手机里面来配，或者是现金，我们多少都有一点。但是我们说，我们把心奉献给上帝比较容易。我们说，我们要把钱财奉献给上帝比较难。而事实上，是我们有钱财，但是我们的心很难掌握。2个彼此相爱的人，我说我把我的心给你，我爱你，这个比较容易。但是我要把我的钱财给你，把我的车子过户给你，把我名下的房子过户给你，比较难。我常常会说，哎呀，这个钱财不重要，我爱你的心比较重要，所以我把最重要的给你，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在人的互动中间来跟上帝讲，我们把事实上有的，我们说这个不重要，最重要是看不见的心，所以我们把看不见的心奉献给上帝。上帝回过头来说，还给我吧，还给我吧。所以我们的奉献的诗歌竟然是说，我的才情、才能，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今嘛是要献给你哦，不是奉献。奉献的意思是我的，我有，我掌握，我计划在我的规划里面，我把这部分奉献给你。还的意思是什么？根本不是你的根本不是我的我要还。所以提摩太前书2章21节这么说：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要还给上帝，怎么还啊？你说牧师，你说好，那我钱财还给上帝，我怎么还啊？就在主日礼拜上奉献吗？他说了，让自己成为圣洁，因为生命恩赐你所得到的，就像一个器皿，就是工具啦，就是一个工具。如何成为好的工具，合主上帝的使用，预备来行各样的善事，这是还回去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上帝先给我们，所以我们奉献。We give because God gave first。上帝先给我们，所以我们回应还给上帝。奉献是还给上帝的一个概念，一个思考。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想一想，我们如何在行各样的善事上面来回给上帝，回去还给上帝，连我们的生命都跟主上帝结合在一起。因此，奉献是还回的动作。这20年来，我们听到一个归零的概念，许多教会学习这样。2021年度当结束的时候，经常费有剩，我们不会留到明年做滚存金，从哪里剩余多少钱开始，不会。2022年仍然从0开始，但是在2021年，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么多，我们有余，我们如何能够关心、奉献，或有哪样的需要，暂时放那边？比方说有建堂的需要，有一部分放在建堂基金；比方说有急难救助的关心，我们有一部分放那边；比方说有很多的文字事工。我们到年底都会针对灵命日粮，针对一些文字事工的机构，我们应该奉献分享到那边。我们盼望在2021年的时候是一个归零，所以奉献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并不是叫你把房子卖掉。我不是说这不行哦，但是并不是说叫你把房子卖掉，那把钱奉献。像使徒行传第4章、第5章在记载的，并不是说把你银行钱全部都奉献出。不是说这样，而是如何你善用上帝给你的才能跟机会。某个生命阶段，你做一个归零的学习，它会产生的效果，将荣耀归给上帝，跟弟兄姐妹分享福音的好处，而且实践了耶稣基督所说的，坐在弟兄姐妹最小的一个人身上，最需要的人身上，你分享给他，这是一个奉献和还回的动作。所以才会跑出今天耶稣在圣殿里面看到大家在奉献，他的奉献箱就有一点像图画这样，有一点像喇叭形。然后在圣殿里面，老师告诉我们，基本上有13个奉献箱，13个不同的用途，它上面标示得很清楚。所以你今天的奉献是为哪一种？就好像教会里面有约定奉献袋，有建堂奉献，有感恩奉献，有为团契奉献。有照你的感动可以这样，今天就是这个动作出现了，所以才会有投钱进去，而且投进去，因为那是金属做的，所以你就会听到铿铿空空，或会听到噼里空空，这个跟你投进去的钱有关。你会看到一般有钱人他会抓一把，有一个袋子抓一把这样放很大。如果你钱少的2个手指头够了，你不用手掌。2个手指头就把一个大钱，就一个20块或10块钱的铜板就可以奉献，这就是那样的一个动作。主耶稣他本身提醒我们，当你这个奉献的动作，特别是这个奉献的动作，他为什么用？注意看哈，他这2个，一个是有余，一个是不足。他在说到我们的奉献有一个回应，还给上帝。怎么样还给上帝？就像哥林多后书5章14节这么说：来，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奉献还给上帝，就是在实践，或说在思考这句话。现在活着不是我，是为了那个为我死又为我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奉献本身
就是为主活，你才能够好好的运用这些资源。常常想到我如何为主活，在实践的工作上能够出现来。所以主耶稣的结论，他提到有余跟不足都是奉献哦，但是一个叫有余，一个叫不足。他的意思让我们知道，有余这个字眼呢，在原本也使用在过多，有很多，或我非常的富裕，或甚至是卓越的。好，有余原本这个字。但是呢，为什么会用有余？因为在有余都是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我的角度看我够不够，我的第一桶金毕业了以后，出了社会以后几年，我能够赚到第一桶100万，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你就会发现生命中间所谓的有余的角度，以自己优先。我有一个梦想，甚至我有一个欲望，这个欲望不一定是不好。因为欲望常常会激励人有一个好的梦想，我希望我能够生命得到一种自我实现等等，用我的角度来看，甚至你在奉献的时候，不管是时间或钱财，还是以我为出发点，你就会受到一些好恶所影响咯，来决定要奉献多少。右上角有一个奉献箱，有个教会就在台北，他们的奉献箱在大门口，在教育馆，在楼梯间。进来的时候要做礼拜，先把奉献放在奉献箱。所以，如果你第一次去那个教会做礼拜，正道结束了，大家一起唱圣诗，对不对？唱完圣诗不是要奉献吗？没有，他们主日礼拜信息结束，一起起立唱诗歌，唱圣诗完以后就唱刚刚唱的奉献诗歌。所以第一次来做礼拜，他多不会奉献，怎么唱？我的经文献给你，为什么就要唱呢？然后结束以后问招待，才知道原来我们都是一进来就奉献。为什么？到主面前先献上感恩，先奉献。第二个，不会因为今天牧师讲的不好，让我的奉献减少。不会因为今天神学院怎么派这个来里面本来放5张，抽2张出来什么叫做回啊？什么叫做回应啊？你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就已经把奉献预备好了，预备好了。只有感动增加，不会因为自己心动不动减少。有时候我们会受这个好恶影响，这是我们说还回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有余的时候有功课，不足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足是什么？就是我的需要欠缺嘛，我缺乏，这叫不足。不足的意思就是说，我每一次的回应奉献是以上帝的心为优先，个人的需要考虑在后面，这个就操练了一则行事为人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的功课。尤其是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我们常说光盐的人生，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会产生一个福音的果效。如果你常常从不足的角度出现，不足的角度意思就是说我不足嘛，所以我会看上帝的心意。从上帝的心意来看的时候，你的生命会产生一些福音的果效，这是别人领受到的。所以我们在11月27号礼拜六有一个感恩见证会，我们会再次彼此，这几年来我们每一次在感恩见证会都会分享到弟兄姐妹在生命中间有余跟不足中间的一个学习。有余从我角度来看这一切，不足从上帝的心意看我如何还给他。好，这是我们在说的见证的意义，在这个地方。5倍券发给大家了5个大铜板，到底怎么样用？如何让这个能够成为一个能够流动的一个帮助？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所以感恩见证餐会在11月27号，你现在可以想，你要邀请什么样的福音朋友来？27号晚上7点就在教会，礼拜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感恩见证忏悔，因为还给上帝是一个感恩的行动。如果你反过来说的话，奉献本身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要感恩，但是回过头来，如果是行动的时候，它常常成为最后有感受了，所以有行动出来。刚刚我们所读的金句告诉我们，台语是这么样的说。那么呢，他说到2件事情：建造，无论是你学历经历的建造，或者是你房子的建造，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兴趣的累积建造。生命中间好多的时间，人都用在建造上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活在关系中间，生命中间用好多的时间在彼此征战、竞争、比较，要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可以看得更远。那我的肩膀要不要让人家踩？在这种竞争，就所谓的好像战争。那你如果要维持好它，你就必须要保存延续，才能够让我的城池，我所建立起来的产业不会被攻破。但是我还觉得不够，我就必须要继续建造，扩充我的城池。所以诗篇127篇第1节，在说到我们生命占的人生、人类活动，大部分就在这2项。大部分在这2项也占了我们的大部分的生命去了。如果只是靠人自己努力，真的是徒劳付出，因为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那个最有名的皇帝，当他出殡的时候，相传2只手从棺木叫人家把他伸出来，让大家知道，现在欧亚非帝国是我建立的。但是我2手空空来，我也2手空空离开亚历山大帝。如果没有仰望主上帝的参与的话，我们会发现建造的到底是什么？你所持守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无论是有钱人或是穷人，不管你怎么看自己，我们回应还给上帝，都是一个感恩的行动。钱财奉献，然后从世界分别出来，还给上帝，这是一个感恩的行动。让我们再一次学习，在人的群体里面，有时候家庭一起做，有时候个人学习，有时候有的部落，我们看到原住民很多的部落用不同形式展现出生命共同体，有许多感恩回应的行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再来13号、14号，教会的青年人有37个要到司马库斯。司马库斯在台湾有时候让我们听起来有一点神秘啊，但事实上就是一个部落，就是一个部落。他路走到太钢以后，分2条线，一条线往南到镇西堡，镇西堡就到了一个最后的地方，车子过不去了，再来你走路可以往那边走，最后会到南头去了，往南。镇西堡另外一条线就是往司马库斯，到了司马库斯一样，车子摩托车就到那边了，你不能走，再来走路可以，再走过去翻山越岭就到宜兰了，就到宜兰了。司马库斯我们称为你去到那个地方，你会看到许多让人感受不同。年轻人要去那边做一个生命的体验、生命的学习。在那个地方有个教会叫司马库斯长老教会，你会看到他礼拜堂里面，这个时间他们也一起敬拜，他们从9点半到11点一样一起敬拜上帝，在那个地方。司马库斯让人家觉得有一点特色的原因，是他曾经被称为黑暗部落，他有电，所谓的电就是发电机可以送到那边自己发电而不是台电的电。那已经是1995年以后的事情了，台电的电能够送过去到那个地方，也不过才10几年而已，连道路都不是那么容易通。但是为什么他们敢号称这是上帝的部落？全台湾原住民的部落上千个，凭什么他说是上帝的部落？其实你其他很多地方也会说这是上帝的花园上帝的怎么样？
但是他们到底在说什么？特别是在他们那个文化，每个群体都有文化，从文化祖灵的一个传承，有时候我们会误会了祖灵，误会了他们，其实那是一个非常深刻、美好的一种文化祖灵的一个聚集、一个延续。生活的共享，我们听过司马库斯叫做共生，一起生活，极致一点，类似所谓的不是合作社，类似共产。所有的土地拿出来，从头目开始，20年前头目把他的土地全部拿出来，因为他的土地最大，全部拿出来，愿意的这23户一起共同生活。每个月的第1号就有一个背的书包，我上次分享过了，每一个人都发生活费15000块，你的零用钱都一样。那你的吃住都在那个地方，你生病了到台大医院，他们会派个人亲人陪伴你，照顾你。你要读书，国高中到山下读书，他们有地方在竹东。然后有妈妈下来就照顾这7、8个10来个国高中生，每天煮饭做便当，礼拜5晚上、礼拜6又回部落一起敬拜。当你读大学的时候，你的所有费用都这个部落为你支付，然后让你在生命中间最重要要经历到的是，我们从上帝领受，事实上每一样事情我们是要回去上帝那边的。还的意思就回去。那不是看得到的钱财，或是我经历到的你的学习的资历，在你的脑海 know how， 不只是这个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个生命如何回到还，还有很重要，你还给人家，人家要不要啊？对不对？你欠人家的，你今天还给人家，人家要不要啊？你的生命要还给上帝，是要回到上帝那个地方去。所以有一个字眼，就让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以前都说神木，神木，对不对？我从小学的时候就读神木在哪里？阿里山，他们没有神木，他们一开始就说只有一个上帝啊，怎么可能把树变成这个？比平地人、比汉人更有生命智慧啊！平地人、汉人一大堆九桃公、大树公、什么公，我们都把那些石头、把树木成为一个神明，反而原住民他们说。树就是树，所以他们不叫神木，他们叫巨木。阿里山的神木是谁给他们的名字？是国民党政府给的，是汉人给的，不是原住民称为神木。他们称为是一个巨木，很大的树木。这样的一个概念，你就可以知道心灵的生命的功课。这些弟兄姐妹比我们深刻多了，比我们更接近上帝。比我们更能够回到用气息吹进我们的造物主的面前，所以这是这礼拜6、礼拜天青年团契要去学习。当然24小时不知道能不能经历那么多，可是这些故事或这些事迹告诉我们，生命是一个奥秘。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盼望一生，这是歹意哈，一生。成为主所用，我们所有的恩赐，有一天包括生命，我们都要还给主上帝。那是一个喜乐，那是一个真实的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奇妙的创造，你奇妙的恩典，你奇妙的赏赐。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那样的一个穷寡妇的2个小钱奉献上面，我们学习到，原来啊，我们更能够还回给天父上帝，因为这种还的动作会让我们真实的回到天父上帝的家，回到天父上帝的心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主赏赐我们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的金钱才能都可以还给主。邀请弟兄姐妹站立，让我们来唱这首《爱是不保留》。曾听说世上爱无长久，哪里会有爱
修，唯愿献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都交给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别无所求，只愿得主称赞已足够。谁能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竟谁与子传的手？宝血永流，鲜明爱无保留，永恒无尽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愿献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都交给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别无所求，只愿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别无所求，只愿得主称赞已足够。会众请坐，请大家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奉献后，请许牧师祝福祷告。你的恩典每天都我有，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却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你的恩典每天都我有，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会众请起立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先因着你奇妙的爱，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回给天父上帝。这样一个感恩的行动，让我们能够在所有领受的才能、领受的机会，都做妥善的运用，为主所用。为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敬拜到这边结束，请于殿乐结束之后离席。